但是台南的消息，台南小连续落几天的大雨，为昨下晡开始总算出日头啊！生产关庙面的业者呢，趁好天赶紧旁边全力赶货。南区气象中心嘛讲，今年7月落雨的天数比平均加7天半，落雨量竟然是比平均加将近300米呢。日头总算出来，业者趁好天气赶紧甲关庙面提起路口拍，拼命赶货。工厂内底员工用上紧的速度伫咧赶工，因为为7月初但那是风台扫过，台南小连续伫咧落雨，嘛好到大规的关庙面做袂出来，真无简单。看到日头，业者的面容对咧笑眯眯。我们的产值至少少了30%以上。7月份差不多一半的日子没有做了，大概只做个10天左右。旧历7月特别到，业者讲会先做好庙去普渡，其他订单暂时延后，上少延后1个月才当赶出来。传统产业爱靠日头食饭的人有无吼是真正足大，无做就起码有差不多2%伫60左右。虽然订单多，却无会摊卖。气象署讲，台湾7月气候无正常，全台湾平第7站平均日雨量创下自1951年来降低升悬。7月平均日雨量在767毫米，大大超过气候平均达到531.7毫米。在7月来看的话，平均的降雨日数大概是12.5天，但是以今年7月来讲，降雨日数有达到了20天。那以7月的降雨量来讲的话，大概比平均多了将近300毫米。今年7月落雨量和落雨的时间，都比过去74年来的多。靠天食饭的产业，敢若希望这雨唔通阁落啊，若无大家拢免转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